本節目係由澳門科學館特約播出。歡迎收睇科創接力賽。澳門科學館一直致力推動科普教育工作。設喺澳門科學館嘅信息技術應用創新實驗室就獲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授牌，為青年科技村嘅學生共享同埋俾學校借用。將分別為學生提供信創課程、軟硬件配套、網絡安全技術教育方案等等。今集嘅科創接力賽就同大家去睇一睇。喺高中任教資訊科技課程超過20年嘅趙成恩老師，呢一日正喺度進行程式設計嘅教學。如果你選用呢個方法 work 唔 work 咧 ？work， 不過你要打多難聽，中國戶零。Jeremy 係趙 Sir 嘅學生，佢從高一開始就選讀電腦多媒體及網頁設計班，今年已經就讀高3。我最中意嘅科係程式嘅，因為上程式堂嘅時候咧，真係可以練到你嘅批判思維啦，同埋今年咁啱我想學到嘅程式碼，每一次做程式作業嘅時候咧，好似解謎一樣，對於我嚟講好有趣。面對日新月異嘅信息技術，喺課程內容同編排上都要跟上時代嘅步伐。叫做電腦資訊技術課程咧，係主力就係打返就係關於信息技術發展呢方面嘅內容嘅。咁呢個專業裏面咧，主要學習嘅內容咧，包括咗我哋會幾全面嘅，包括一啲網絡啦、架設網絡啦、寫程式啦、多媒體嘅製作啦、動畫嘅製作啦，以至係一啲而家比較流行嘅 AI 或者係無人機等等嘅教育都涵蓋喺裏面咯。咁成個課程嘅目的就係希望學生響呢個專業嘅方面咧，有個升學，同時亦都具備就業嘅能力。咁兩方面都能夠係造就學生。同樣係就讀高3嘅關同學，打算大學嘅時候修讀資訊科技相關嘅學科。呢個大趨勢而家開始都係已經係走進到呢個叫做程式方面啦。而家啲應用程式啊、啲 AI 啊，都係都要用到呢個叫 program。如果你唔學程式嘅話，咁可能你到時候出嚟揾嘢做啊嘅出路可能會比較窄咗，因為而家啲科技日新月異啊嘛。咁如果你係一個電腦人，你停下咗腳步嘅話，你會唔會追唔翻上？可能到時候可能人哋新出嘅嘢咁，所以我都會繼續讀翻電腦科。喺日常嘅教學工作中，趙 Sir 會同科組成員一齊備課，以及研習新課題，務求將最新嘅技術教俾學生。佢坦言，學校或者係老師嘅資源相對比較局限，因此校方會尋求同其他機構合作，例如係澳門科學館。學校本身第一資源當然都係有啲局限嘅，唔可能係每月都係達到最先進嘅嗰個領域嘅。咁所以我哋好多時學校都會選擇咧同一啲外邊嘅機構咧合作嘅。咁尤其是以澳門嚟講，我哋會比較多就同澳門嘅科學館合作啦，因為佢哋咧始終係喺科學科技嘅領域裏面，佢哋會比較走得最前嘅。咁啊等佢哋喺一個專題上面咧得到個成長。咁所以科學館其實佢哋都俾咗好多協助俾我哋，亦都等我哋可以順便亦都會培養一下我哋老師嗰個喺呢方面嘅最前端嘅一啲學習啦。我哋喺嗰個過程裏面都會學到，咁然後翻到嚟亦都可以應用翻去教翻俾下一屆嘅學生咁樣咯。澳門科學館一直致力推動科普教育工作，定期向在職教師提供唔同類型嘅培訓課程，期望教師可以將所學應用喺日常嘅教學工作中。科學館喺2023年9月設立信息技術應用創新實驗室，並獲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授牌，為青年科技村嘅學生共享以及供學校借用，將會分別為學生提供信創課程等。個課程係好豐富嘅，咁所以信創技術課程咧，其實就係我哋要有一個創新性嘅思維，
去用唔同嘅軟硬件嘅手段，或者係一啲嘅人工智能嘅手段。但係呢一個嘅體驗與應用咧，我相信咧對同學日後未來咧去從事網絡安全或者網絡工程相關，甚至人工智能相關嘅行業係非常之有用，因為佢已經好早去銜接到呢一個科技嗰個應用以及企業嘅需求。咁所以我特別要講一講，就係成個課程體系我哋都涵蓋咗呢一個。科學館整個信息技術應用創新課程體系，包括基礎設施運維、信息化技術開發、數據科學與機器學習、網絡安全維護同信息化項目測試，讓學生從硬件組裝、系統運維、前端以及軟件開發、數據特徵工程、網絡安全攻防演練以及項目軟件測試等學習，鍛鍊學生嘅整合性、探索性以及項目性。佢了解咗網絡，有咗軟件，有埋嘅應用，即係已經通過咗頭先我所講 OSI 嗰7個層次之後咧，了解晒成個就可以諗究竟點為之安全，點為之不安全。咁最後咧就係網絡安全嘅演練咧，就會需要一個測試嘅平台。其實我哋要去真係去實踐啦，去實踐嗰個嘅技術究竟係咪可行咧？所以我哋有測試嘅管理啊、開發啊、實施等等啊。咁啊有特定嘅項目軟件，我哋會唔同嘅項目開配唔同嘅軟件或者唔同嘅場景俾佢。信息技術應用創新，聽落好似好專業嘅技術，但其實佢就喺我哋身邊。網絡技術啊、無線網啊、物聯網啊、雲技術啊、這個區塊鏈啊，現在又是人工智能啊，這些等等。你看這才幾年嘛，我都可以數出來好多這個新的技術出來了。那麼每隔幾年、1、2年、2、3年就有一個新技術出來，然後新的迭代。這個迭代不光是這個應用的迭代，它是從根本上的改變，比如說從技術上的改變，從硬件上的改變。而隨住生物識別、生物檢測、VR、AI 技術嘅發展，呢一啲技術亦將改變我哋嘅生活方式。這種技術發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那麼計算機每過幾年就會有一個新的地方出來。那麼現在就是最熱的，當然就是人工智能啦，特別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對不對？那麼人工智能，我們現在知道這個，它以後的這個，你可以看得到它的應用，可以在最近幾年之內吧，可能會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這個應用的這種突破。隨住科技嘅進步，信息技術同人類社會息息相關。科學館嘅課程可以讓學生及早了解學科嘅內容以及行業嘅發展。咁佢嗰邊有一定嘅導師，亦都有個計劃咧，叫做係一個學生嘅科技普及嘅一個計劃嘅。咁專門係就俾我哋啲中學咧可以去參與，讓我哋嘅同學仔可以攞到最新嘅科技資訊同埋學習。咁據我所知，除咗我哋學校，有個別一啲其他學校都有揾科學館去做呢個計劃嘅學習嘅。但我覺得佢個學習可以讓到學生預示到科技俾我帶到我啲乜嘢咧，咁俾佢哋容易啲去將來就算升讀高中嘅時候，佢揀電腦專業佢都會有個底喺心入邊咯。咁所以科學館嗰邊其實我哋一直到而家都會有一個合作嘅空間入邊，期望可能或者將來會更深一步嘅合作都唔定。咁特別係中國電子咁掛咗牌咧，授權我哋有一個獨家嘅課程啦，信創課程啦。咁係會就住澳門學生本身嘅嗰個 IT 課程咧，我哋去延伸出嚟，希望佢哋喺學校學嘅唔重複，喺呢度學嘅配合到學校嘅課程，係一個延伸，係一個好嘅延伸，而且係令到佢哋更加有興趣讀理工科嘅延伸。成個目標會係咁樣。信息技術亦慢慢成為人類社會不可取替嘅一部分，讓中學生及早認識以及研究應用，相信能夠對本澳資訊科技發展有莫大嘅裨益。本節目係由澳門科學館特約播出。